知道下营有这个鹅肉啦、蚕桑啦、黑豆啦，后来又有文旦啦，这些希望这些一级生产能够变成3级产业的休闲农业。那通过休区以后，协会会来帮大家整合这些资源，然后来整合行销。又临近这个南科这个那个工业园区，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比较友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友善的栽植来做 ESG 的这个推广，争取这个高端的这个课程来这边消费，让一般的人来，不管是在食农教育，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农业的休闲能够带给大家健康快乐。争取那个休区的通过也已经3、4年了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的业者们都相当的用心团结。休闲农业的业者几乎都是有机环保的一个业者所以所推动的各项的那个体验的活动，比如说你手做一些的物品，手做一些的东西是能够让你带回家。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亲近自然，休闲农业是在西北地区能够这样子的推动，能够带给农业的一个更精致化的发展。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能够来我们下营休区来游玩来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揭牌，掌声响起。庭前休闲农业区正式启用。我们台南市另外一个休闲农区的一个认证通过以及揭牌，就是我们下营营前休闲农区。这个下营物产很丰富，而且这个坦白讲很适合休闲农业的开发，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下营区来走一走。看到这个休闲农区，我看你就可能荷包大失血，买了很多住得很开心，玩得很愉快。欢迎大家来下营哦。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1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府为着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积极推动打造台南队，成立各社区宣导。19号伫中西区高调港里活动中心举办治安宣导，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出席，并甲台南反诈大赛艺人谭爱珍共同甲里民面对面交流，分享防诈骗的技巧。由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主办的社区治安宣导，15号来到5条港里的活动中心举行。由着市长黄伟綽，甲着台南市反诈骗的大使谭爱珍女士，以及警察局长、分局长拢到场出席。吸引不少的长辈甲着婆婆妈妈到场，现场是坐感满满。谭女士赞不赞？然后那个啾咪小爱心，防诈谭爱珍，爱台真啊，真爱台南。市长黄伟綽表示，伫个预防犯罪顶面，虽然台南市伫个反诈骗的成绩会讲是全台上好，每个月阻止诈骗的件数上济，不过如何阻止，除了靠着警力、金融机构，上重要的就是民众家己一定要守会条。迟来的正义已经不是正义了当然，他在司法上获得正义，但是在你的损失上已经没有正义了所以说，在第一关、第二关最重要。第一关要靠谭爱珍姐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和大家了解讲故事。第二关靠咱家己，靠银行还是邮局的这个第一线的行员所以咱每各位咱的治安会把咱台南市，我想讲第一名，就是讲咱动来件数件数动落来 case 拢是上济。全台湾上济，虽然咱人口180万尔，台北市250万迄个新北市400万的人口但是因动来件数无咱遐济，所以表示讲咱的行员、咱的邮局大家拢做用心的。第一关大家动了条不管心动不动都没有行动，安尼钱就收了。除了公部门的宣导，
另外，艺人谭爱珍嘛以着过来人的身份，甲着民众分享过去如何被诈骗的经历，嘛得到真侪民众的共鸣，因此发生这位台南市反诈骗的大使，世界来宣讲，希望透过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互防止诈骗的模范生会用个全民拢共心。因为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防诈资讯啊，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那么我们毕竟年纪比较大的人并不可能会盯着手机，然后一直去查询。然后在网络上的防诈资讯呢，里面还有很多是诈骗集团，他们故意混在其中，然后放一些假的讯息，然后诱导你，然后走入了另外一个被诈骗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市长啊，警察局他们这样子的安排就是直接我们去跟老朋友们直接的说，然后跟他们直接的讲，会比较清楚。可是呢，因为也是人数有限台南真的这么大，每个区都要跑完，其实也不容易那么我们也就希望说，靠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台南的防诈。最起码我们要做到一个模范生，示范给其他的县市来看。其实全民同心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现场警察局第2分局长刘义洲嘛表示，这间的社区治安宣导，嘛是唐爱珍女士防止诈骗宣导列车的其中一站。预计未来将走访台南37个行政区，将打诈甲着防诈的观念，扎进到各社区的基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全台北龙案入城资警动8个奖，定录做台南市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是府城地区头一个。市长黄伟綽特别前往基福宫颁发证书以及头旗，肯定当年投入传统文化的传播甲推广。面书一笔一画，仔细比对弯度，呈现上传统的面谱。入城资警动8个奖，成立到达120档，由原维持上完整的11人编制，嘛保存济传统定法，持续传承家长的脚步手路甲文化。去年正式定录做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借由阮慢慢改变一寡民众对家长的误解，来尽量家长会当慢慢撒出去，莫讲敢家长敢拢伫个小众的文化伫遮咧走安尼尔。咱家长的文化已经推向真正是走向文化啦毋是敢若单纯敢若顶头尔。这是咱府城咱府城第一个得到受证的北家长的团体啦。奖团透过制度性的定录甲保存。互更较侪人对着家长文化有正确认识，伫广福大地调布进灵宫圣诞节间，市长黄伟綽特别前往基福宫颁发证书甲头旗。期待这样一个值得，已经有传承、有历史，而且有文化上非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将来能够成为国定民俗。除了是一种展现对神明的一个敬意之外，那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家将文化这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一个展现啊。入城资警动8个奖团嘛保存大量历史文物，台南市文化局未来将协助活化展现，和无形文化资产世代流传。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院。114期毕业联展19号登场，学生拢展出创意甲专业成果，不只有济作品入围新一代的设计展，甚至拢有就职的可能，相当不简单。114期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院的毕业联展，结合了资讯、视觉、多媒体、创新产品甲流行音乐等5大系数。学生以设计的0.36秒为主题，就是要凸显因灵感创意的大爆发，呈现多媒材专业成果。其中结合9天显露的信仰，营造出家己的恋爱风格，甲化解感情问题设计，嘛入围新一代设计奖。我们把文化跟爱情是做连结的，那我们是重新打造了线香以及香味的搭配，然后让大家可以
透过我们的展场的互动啊，然后去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爱情的方法，这样子。另外，将新名代表意涵用于低音杯设计，兼顾生活化加宗教庇佑。美的代表是9天玄女嘛，那我们想说用玫瑰花茶喝下去会变美，让大家认识到9天玄女这个概念。然后呢，就是喝下去就是拎几杯有波比嘛的概念。对学生的作品当中，除了看到热情加创意，嘛用于社会责任感以及学生对毕业以后的挑战，其中一手包办的电玩产业的进入长期的成立。这种多人游戏都是主要偏向于合作或者是竞争部分，他们比较少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一开始开发这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有玩合作游戏，有玩竞争游戏，但是我们蛮期待就是我们可以把2款融合在一起，同时享受到2种乐趣。学生累积多年的创意加专业成果，首先伫校内登场。开幕典礼当中，流行音乐产业系乐团嘛拍头阵，一开始就互大家音乐震撼，连启动仪式嘛真科技，场面盛大热热。3、2、1，启动！学校慢慢的学习、成长、淬炼那到今天有能力来把他们的创意实作出来吧我想这中间我们要给同学很大的肯定。未来不管是在产业上，在创新上面AI 应该是我们的助力啦，所以要善用 AI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创意实现得更完美。该展览不只是学生的作品，更是设计学院展现实力的重要时刻。为期4天的展览到4月18号，嘛开放一般民众参观，邀请你共同来见证学生创意的舞台。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会19号下晡召开定数委员会。会中通过4月25到7月3召开展开为期70天的第4届地沟处定期会。议会定数委员会由赵吉林区里议长主持，副议长林志典、议员蔡玉辉、陈秋红、周家伟、陈坤和以及尹爱达利等多位议员出席。府方由副市长叶铁山率员列席，讨论这次新委会主要审定议定的草案。农业局、地政局宣读完毕。好，那针对议事程表的草案，我们就变更通过，然后再提送大会。应第8次临时会议员提案，这次定期会预计在4月28号上午进行。应用少子化台南市取消自由学区政策，以及保护学生受教权检讨专案报告。除此以外，定数委员会另外暂定4月29号上午召开专案报告，探讨应用美国关税。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对策，经过讨论，第1次定数委员会通过这届第5次定期会，自4月25到7月3号召开，期间将会进行各项提案审议、市长施政总报告、各部门业务报告以及质询、市政总质询以及专案报告等议程。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2025青年创意论坛19号伫新台展开，这回有来自台南女中、嘉义高中、志工高中等9队通过初选，竞争是相当激烈。参赛学生经过7个月培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关心社区环境，最后提出方案，予市府做施政参考。台南市青年创意论坛举办迈入第3届。今年总共有17队9间学校66位学生报名，教育局规划2次培训工作坊以及3次线顶专家咨询，邀请成功大学以及台南大学教授授课，参与学生把握机会为学校的校定必修、
探究甲实作、专题实作、自主学习等课程的成果出发，并连结相关的部门，提升课程的程度，增加学生的视野。今年我们再度这个邀请我们台南市那么高中的还有高职的学生啊，那么提案，那么来这个针对市政啊，那么提出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已经进到第3届哈，我们青年的这个倡议啊这样一个论坛。我想这样的目的呢，其实市长非常关心青少年朋友，其实在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能够去发现在他周遭有哪一些是跟市政有关的议题，然后透过他们所学，那透过小组的讨论提出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提案所以这样的过程，我们不仅重视孩子的意见，同时市府各单位今天大概也有6个单位包括交通、公务，还有那个都发那个经发还有文化等等，这一些其实都是蛮务实的，所以市府非常重视，所以都会做一些对话。过程当中，当然孩子不只是提案，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大学的教授，给他们做一些辅导。基本上希望能够在提案的过程当中不是空想，而能够有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讨论对孩子来讲也能够过程的学习，也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或专题导向的学习。我想这个对高中生来讲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挑战跟价值。参赛主题分为移基台南、万象台南、永续台南这3大领域，让学生透过专题研究探讨，呼应108课纲提倡的自主互动共好理念。从108年台南市政府开始推广电动车的时候，民众对电动车的使用率有普遍降低的趋势。然后我们在2年级的时候也有参访过位于归仁的沙仑绿能智慧园区，所以我们想要结合电动车以及太阳能。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就是平常在搭公车的时候嘛，就会遇到像是我之前就是在公车站等30分钟了，然后就是发现其实骑脚踏车会更快，所以我们才想到这个问题。公车的班次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常常可能需要改骑脚踏车回家，那我就会去看，就是到底哪里有脚踏车可以骑。立选的高中学生在决选会中发表，并经由委员咨询，第1名会当得到礼券2万块，第2名礼券1万块，第3名礼券5000块，另外4对家族分别会当得到2000块的礼券。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艺术家徐秀梅目前正伫咧国立成功大学举办个人展览，总共有20多件作品，透过镜头做伙来欣赏。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徐秀梅，早期曾经伫咧报纸、杂志做过方面的设计，后来转向插画、甲列设计的领域，之后透过线条、甲列色彩来构筑空间的设计感。即届受到成功大学新台艺坊的邀请，总共呈现20多件，以着复合媒材的作品，结合画图、雕塑、影像、甲着光影，甚至是空间的装置，号名伫咧绿光中的起舞，希望甲着新台校园来做结合。我想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地缘来创作的。那么这件作品叫《光之舞》。那刚好跟我们的这次展出主题是在绿光中起舞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就是整个成大校园就是充满绿意的非常的宽敞而且优美。那么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事实上是充满了很多的环境上的一个变数跟压力的，所以这次呢有一点在提供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心理的疗愈这样的一种艺术的一个起点。那么就是说，假设艺术它是可以带来心灵上的抚慰的话，那么这次是我希望就有一种所谓的绿意自然生态里面去深思之后呢，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种美学的一种疗愈，来滋养这样的环境。那从这样的一个素材也好，或者是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不只是绘画，不只是雕塑，不只是平面，也不只是立体的，它是一个结合的，等于说3度空间跟更多的是5维空间的一种追寻跟探索。徐秀梅艺术家的作品对平面到立体，甚至跨越画图、雕塑、服装到影像加空间的装置艺术等。这届展览对今日起到5月17日，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前来感受艺术家透过多媒体复合的材料，给大家无同款的想法，为大家展开一场艺术疗愈之旅。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2025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4月19展开，早来12场多元演出。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记者会来宣传。台南国际音乐节迈入第5届，今年以生生不息做主题，邀请多位国际音乐家以及优秀在地团队，以未来篇章甲时光旋律为主轴，规划10档12场的音乐节目，其中也个配合辐射建设300档推出音乐会。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成员，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成员闭景的一个音乐节哈，音乐演出，然后有2场，分别是一个是在小西门，一个是在对院门啊，有这2场的一个演出。文化局希望结合传统甲创新，让整个热天充满音乐氛围。这回内容包括着古典、国家流行的音乐风格，甚至是漫画、电影的主题音乐会，丰富各多元。很多大朋友、很多小朋友都爱听的这些音乐，都把它结合在一起，统统收拢在我们的国际音乐节里面。希望大家，不敢说雅俗共赏，至少是大小通吃，老少咸宜，大家喜欢，这个很通俗性的，或者是非常高水准的艺术音乐演出。对4月19开始到7月13，连续将近3个月的时间，市长黄伟綽邀请大家来共同欣赏音乐响演。市附近规划要予学校音乐班的学生，会当近距离欣赏国际大师的演出，深化音乐教育。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担任安庆国小资深老师的郑伟，甲原本硬邦邦的电脑课程结合音乐甲科技，让学生伫生动活泼的教学当中学习，甚至也个化身 YouTuber， 录各种的教学影片。这款创新思考的教学成果，让伊得到台南市 Super 教师国小组头奖的殊荣。一周才有一节资讯课，如何让小学生把握学习？郑伟老师配合教育部 AI 跨领域的扎根计划，将这片数位控制的电路板自己开发教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很多元件都是这样被制作出来。课堂中还拉小提琴，深刻体会电子音乐效果和实际演奏的差别。强调虽然 AI 大举入侵，不过因为人有感情，不会被冷冰冰的机器所取代。今天只要你的能力够强，你就不会被 AI 怎么样被取代。音乐跟资讯结合就是刚刚好，因为我们做影片的时候是需要用到音乐的元素。那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影片它是需要用到什么音乐，很精准的放进去，那整个气氛就会好。学生需要 AI 素养的引导，相对老师也得迎接教学挑战。郑伟为了找回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并随时和老师有连结，特别化身 YouTuber 经营频道，将本身音乐的专业融入资讯课程，甚至还有猫咪魔术秀等生活魅力。用心的老师真的很不一样。老师常常会上网抓一些图片，或是影片，或是音乐什么的，来让我们知道那些的原理。对我的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学习到电脑的应用程式，还有它的用的方法。它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就是它除了会有自由活动，让我们比较放松，在电脑课就是更会想上电脑课。下课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去看老师的那个教学影片，或是他的自己拍的那个小影片，然后让我们更了解他。
我不管是在做我们电脑课的专业的教学知识影片，还是比较日常生活要引学生注意、拉近连结的生活影片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很快连着这就是一个 YouTube 的老师做的影片，然后就开始会有共鸣。年代的我们不管教什么，他们都很容易、很愿意、自愿的吸收。政委除了在课堂中专业付出，也热忱协助学校制作走读教育等成果影片，充分感受学生对他影片产出的期待和回馈，也让他获选114年度台南市 Super 教师国小组首奖，校方也与有荣焉。比方说，我们帮学校制作走读教育的介绍影片，或者是运动会的影片的时候，学生的回馈都非常的踊跃，然后让我有充电的感觉。甚至有学生说，现在学校可能运动会一结束，第一件事情马上搜寻影片出来了没有？那我们的走读教育阅读推动做得不错，那我把这些老师们辛苦的成果集结成一部影片，我们找一个安庆的同学当小记者来贯穿全剧，给小孩一个发挥的空间，也可以让老师们觉得哇，我们辛苦做了这个东西，有一个影片的结晶，我觉得这样感觉很棒，连接大家。曾伟老师原本是主修音乐，可是他自己却不受限，他深耕资讯，那也透过资讯的教学获得很大的成就感。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既然不能够阻止小朋友来观看 YouTube 影片，那我就让 YouTube 影片呢充实它里面的内容，让孩子这个学习不受限。台南市 Super 教师曾伟用科技陪伴学习来翻转教育，也期待看到更多学生的成长和改变。记者顾英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
阿妈你好，阿嬤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